一齊禱告。慈愛天父，感謝你，求聖靈恩膏，讓今日嘅孔子思想與聖經信息被主你所使用，叫聽嘅講嘅一同得恩，奉耶穌基督聖名。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論語衛靈公第15。人冇長遠嘅考慮，必定有眼前嘅憂愁。呢個係用白話解說剛才孔子所講嘅說話。論語係孔子所講嘅話，係孔子後人記載孔子所言。孔子係春秋戰國時代嘅人，佢出生喺公元前551年，具體嘅日期呢係農曆8月27日，西曆就係9月28日。佢出生喺魯國，享年71歲。佢係我國後人稱佢為萬世師表，亦都係儒家學說嘅創始人。我喺《孔子無雙》呢本書裏邊讀到剛才嘅兩句說話，覺得好有意思。雖然孔子年代耶穌未降生，但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成就嘅救恩係遮蓋咗佢出生之前所有嘅世人，同埋佢復活升天以後嘅日子所出生嘅世人。曾經有唔少人問到耶穌未出生之前嘅好人，佢哋會唔會得救呢？孔子會唔會得救呢？聖經當中羅馬書2章6到7節有咁嘅記載，他必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。凡恆心行善、尋求榮耀尊貴和不能朽壞之福的，就以永生報應他們。羅馬書喺呢度講得好清楚，深信喺主耶穌降生同埋喺十字架上面完成救恩、復活、升天之後所出生嘅人，亦都係按照羅馬書呢度所講嘅，佢哋恆心行善、尋求榮耀尊貴，唔係為咗自己，佢哋行善係向住主嘅，佢哋就能夠得到永生。我哋今日係想同大家透過傳道書11章1到6節呢段經文裏邊，可以對應住孔子剛才所講嘅説話。當將你的糧食撒在水面，因為日久必能得着。你要分給7人或分給8人，因為你不知道將來有什麼災禍臨到地上。雲若滿了雨，就必傾倒在地上。樹若向南倒或向北倒，樹倒在何處，就存在何處。看風的必不撒種，望雲的必不收割。風從何度來，骨頭在懷孕婦人的胎中如何長成，你尚且不得知道，這樣行萬事之神的作為，你更不得知道。早晨要撒你的種，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，因為你不知道哪一樣發旺，或是早撒的，或是晚撒的，或是兩樣都好。孔子嘅思想核心係人，以人為基礎延伸出禮義一系列嘅道德標準同埋行為規範，強調係愛人，最終係達成個人修養同埋社會和諧，即係仁政。可以講到話，仁義道德係孔子思想嘅基石。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人冇長遠嘅考慮呢，就會有眼前嘅憂愁。當將你嘅糧食撒喺水面，因為日久必能得着。你要分給7人或分給8人，因為你不知道將來有什麼災禍臨到地上。雲若滿了雨，就必傾倒在地上；
樹若向南倒或向北倒，樹倒在何處就存在何處，就好似呢度好似一個隨緣咁樣。傳道書11章特別嘅第一節教導我哋一種好積極嘅態度，將食物實喺水面。我哋唔知道邊個有需要，邊個會攞到呢種分量嘅態度，唔係立時會睇到果效或者成果，但係長遠嚟講呢，係會有收穫。第一節呢個靈意意思呢，同孔子思想裏邊嘅有教無類呢係有共通之處。孔子亦都係周圍去列國嗰度呢，係去傳遞佢嘅道德嘅思想。第二節係一種經營嘅態度，分俾7人，分俾8人，因為唔知道將來有乜嘢災禍臨到，所以積極經營，揾合適嘅對象，將所要傳遞嘅信息傳遞出去。如果我哋對照而家嘅世代，各處有天災人禍，最近澳洲大火，日本同台灣地震，香港之前亦都有大埔大火。我哋唔能夠掌控周圍環境，但係我哋可以積極嘅而家好好嘅經營。如果人唔為將來打算，唔為將來做好準備，咁我哋好快咧會喺某個現在咧出現困境、地震、火災。傳道書呢度更加勸勉我哋唔好只係睇環境，因為睇環境嘅話咧，看風我哋就唔敢撒種啦，因為驚啲風吹走晒啲種子；望雲我哋就唔收割啦，因為有雲咧就怕落雨，咁我哋就唔收割。嬰孩喺懷孕嘅婦人身體裏邊點樣成長咧？我哋唔係好清楚。人世間好多平凡事情嘅來龍去脈，我哋未能夠完全明白。嗱，當然而家我哋可以透過超聲波睇到嬰孩喺母親腹中嘅情況，但係聖經作者嘅時代咧，人類科技文明咧係未到嗰個而家嘅水平，所以我哋睇聖經亦都要睇返當時代嗰個嘅背景。早上要撒種，晚上亦都要撒種，因為唔知道邊一樣發旺。上天委託我哋嘅使命，我哋盡力去做。經文嘅重點係上帝嘅事情，我哋唔一定完全明白。神係無限嘅，無限嘅神係有限嘅人所測不透。願我哋都謙卑，更多認識先勝人嘅思想，更重要，更多追求認識愛世人，甚至降生為世人贖罪嘅基督耶穌。We do the best, God do the rest。我哋做到最好，神佢會托住，佢會完成其餘嘅。神呼召我哋，感謝主。